搁要甲包哦？应该差不多吧。啊！看真正较搞套，你唔成功，等下弹入去的时阵，你若看香，搁弹出来。袂爽，袂爽我会甲你教。熊大，你饭来啊！熊大，你的饭来啊！你看起来心情无啥好。小大，你心情放较轻松诶。啊，因爸爸妈妈讲你有闲，回去的时阵咱打电话哦，向讲一声哦。啊，你阿交代讲你的物件要食的啦吼。手背的力量要够。阿鸟诶，我啊，不要紧，伊会吹。啊，伊是怎样的哦？伊知影。偷手啊！因为我头拄甲阿鹏绑足多。熊大，今仔那头较济拢是巴蒂头诶，嘿，巴蒂伊头的伊头头。你搁要甲包哦？对啊，看伊外巧啊，看伊真正较搞套。伊即摆咧讲啥，你毋着小可翻译一下，咱大家听无啦。伊即摆咧想讲，林老师，你看，林老师，你白甲安尼，我是要安尼我是要安怎食？你是干嘛的吼？伊只想啦，讲要安怎偷。哎，你讲伊的头壳是敢7岁的囡仔对无？6、7岁。有啊，即摆偷开啊，偷开啊！哇！看伊即摆咧做，伊即摆是安怎？抛开啊，惊喜包抛开啊！伊拄只傻眼猫咪嘿。啊，拢倒出来，哎，有够巧的呢。火龙果啊，火龙果，内底有火龙果啦，火龙果啊，火龙果。伊了紧，伊大爷，伊是大爷。哦，是伊圣大伊爷。会配皮，伊会甲皮吐出来。熊大有食饱无？熊大。大好食无？